冷了。你老婆在线？你等他带回去。哎，等一下，我莫名其妙挨了一巴。我找谁有谁？给大家看看你这画这么我不要。同志们，你们有没有看到他昨天那个妆？今天有一点点进步。昨天那是光好吗？我眉毛都卸掉了，你太残忍了。我还是当人形支架吧。你好呀。Hello， 你好。我挡住我的秃头。我吃了，我也不知道，我们点了很多串，然后快吃完了。快点说，我让他去考上。累不累？不累。我知道很好看。哎呀，不要乱按。好了。什么几串？我没看到，5串是吧？然后我给你去点。老板，再5串羊肉。老板，他说要5串呀。老板，这家卡的呀，什么？一楼都豆汁儿没有，他们说那个 ，Hello， 真的很好吃，很香，很好吃。我们又偶遇了同事。哦，好，手机支架来了。别的吃了，但是他我感觉最好吃的太阳，我看不见，但我感觉最好吃的还是羊肉串。鸡胗也好吃啊，对。然后刚才那个好心的路人给的那2串特别香，特别的香，因为它热。对。我们后来放外面太冷了，凉了。真的很好吃这家，就是我们在这里演出了几天啦，2天，然后3天到，每天都会路过，但是就今天吃了，被香到了。它不膻，但是冷了还是别人手里的特别好吃的。哎，对，打包冷，谢谢你喜欢我。给你看看蔡明姐姐，这个花很漂亮。蔡明姐姐出镜了。出镜了。明天牛街是哪里呀？哪里有牛街？雅琪，这里有一家新疆阿达西的羊肉串。哥哥你要吃真的啥？好好吃啊！你要不要吃？给你打包回来。弟弟给你买。叫弟弟给你买。哥哥呢？我哥呢？这刷的好快，我眼睛。对，福州暂时好像还没有。你不吃羊肉串，它有鸡胗，鸡他也不吃，鸡你也不吃，鱼豆腐吃不吃？算了，你不要吃了。哎，寄过来就删了。牛街炒鸡好吃，但是吉哥真的很好吃。上海好像过段时间有要来的。演什么？没记得。旁边是蔡明姐姐。我下次戴个帽子好吧，我秃头。好快，就是蔡明偶像包袱太重了，蔡明老师很漂亮的。不，我要是这个装备截屏下来，那个我下次老师要嫌弃我。我下次换顶帽子。熊猫眼。熬夜啊！鸡胗是脆脆的那种，好吃，很爽口。好吃。多少呀？确实好吃。好的，把蔡明头真的好看的，你拿下来自信一点，不要偶像包袱。你抬起头来看你自己一眼，快 ！No stop！ 真的快点！我接个视频。喂，老公。狗粮，他说喂老公。哎，你怎么知道啊？我上不到链接。哎，我还以为你在那个，我等一下再跟你讲啊，我要做一下人形支架。
豆腐年糕没有，豆腐年糕是我们嵊州那边的呀。我们现在在北京。拜。我们还不拜拜。祝你考试中考顺利哦，金榜题名。哦。是我们的吗？啊，好，谢谢。去付钱。哦，还没付钱哦，好来了。我是不是在播？没付钱。必须得断桥目前没有安排哦。必须得懂事儿。必须我跟你说，北京烤鸭昨天在别人那里吃了几口，好像是5月份兴隆门，你们要来看吗？应该是5月会有。你女儿有在看我直播吗？让她哦。送热乎的。没有那等。那走，这串还没吃完。哎呦，这脆的我吃。然后我们现在走回去酒店了。这个你帮我拎一下我。好的。社区没问题。我没有画大饼呀，哪个大饼啊？没画大饼。哎，我扎马步。是真的，是真的。这个请你拿。李云霄，我给你买回来了，你的5串羊肉串。我买的。哦，对对对，蔡明付的钱。好的好的，我现在走回去了，已经吃完了好吃的。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放平心态，好好考试。谁紧张？有个小妹妹明天要考试中考，加油！加油！蔡明姐给你加油。必过！我嘴巴开光的。好啊好啊，龙岗我们都要来的。对，蔡明姐姐很可爱的。我不想露脸，我不想西装露脸。啊，我这样追着她跑，我好累啊。你好呀，你好呀。龙岗好像有何文秀的。长沙暂时好像有，长沙，暂时没有。你穿别倒过来会有油。哦。哎呀，忘记跟张萌们说再见了。我们两个突然他住几家？母鸡呀。你问一下他。我没手。哦，对，你等会到那边吧。他6楼的吧？谁帮我问一下他？哦，这考不是中考，是考艺校呀？考哪个艺校呀？是蔡明。对，边上是。哦，这个光好吓人。哦，我发际线真的好高啊！Hello， 这个很好吃，新疆阿达西在前面。人家听得到吗？现在几楼啊7楼啊。他几楼啊？他不知道，等会到了之后再问嘛。等一下问谁？你打个电话问一下他住几楼。先进去，要是没有放进去的话，还得放下去。学戏当然苦啦，学什么不苦呀？学什么都苦。卡吗？对了。你问一下云霄他住哪个房间，我把那个羊肉串给他。我觉得我们这大桶水哦，要带着走。我跟你说了，要不要买2桶？哎呀，还卡吗？还卡吗？我已经把那个无线关掉了。快问一下云霄，他住几楼？卡？太后还卡吗？我没有用无线，我用流量还卡呀。
我们太后来啦，哼哼。太后，我要给李漂亮去送那个啥羊肉串了。这里有个羊肉串，好好吃啊！喂，云霄宝宝。让我看看。喂，你在几零几啊？好的。啊？对，他就是就同志，你们要激励一下他，好好化妆。在哪个房间啊？不知道哎。没关系，不要跑呀。啊，主要是姐妹素颜的。老师，马上反过去。我走了。在几啊？在502吗？谁说的？太后，我真的本来今天晚上不吃夜宵的，但是路上太香了，实在是，然后我就忍不住，别人送了我跟蔡明2串，然后我们一人1串之后就停不住了。对呀，我们今天演苏秦。妈呀，谢谢你的烟花，我看不清。蔡明他几啊？杨云在哪个房间？他替我去送了，蔡明居然替我去送了。我没找到杨云。他替我去送了那个羊肉串，这个人。蔡明去给云霄送羊肉串了，我跟不去，我压根儿没听到他住几楼。等蔡明回来，我拍给你们看啊。桂啥榴莲呀？没有，不会桂榴莲的。对，海丰是温州的。亚洲的大片我学不来，你们去他那里多看看。对，就是突然的在街边看到了一家羊肉串，然后突然的被投喂了2串，然后突然的想着直播一下。记得刘南村，但是你给我寄羊肉串我不会烤呀。对，就是这个突然的美好。啊，对，我们过2天去天津了，然后明天我们去哪里啊？环球影城。哦，对，明天我们趁机去趟环球啊。捞点东西吃。吃啊，我们趁机去，还有那个袋子，哪个袋子？那里。这个。趁机去趟环球影城，然后我已经好久没有就是去这种游乐场玩过了。是不是过了报名时间就没有机会？什么报名时间？什么？我看不清。发色啊，我以前染过闷青，但是闷青啊退下来之后它就要变黄了。明天是不打算早起的，我看出来了。不，明天一定早起，明天我要去环球影城。环球影城什么好玩？我也不知道，你让网上的人帮你做攻略嘛。对，我就是怕我起不来，但是我一定会起来的。对，这是戏曲妆。好的，我明天我们小伙伴们如果有拍的话，我会发的哦。哈利波特那边好玩吗？好的，我等一下就洗脸睡觉。2环球，明天人少吗？哦，要考的是嵊州艺校呀。我也在那里读过的。魔杖，诶，怎么忽然黑了？魔杖是啥？魔杖是玩的时候需要的吗？我看看，明亮。哦，
哈利波特的可以玩魔法的，你在骗我啊！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我们今天晚上演苏秦。对，那你明天去吗？环球？对，头发有点黄了。是吗？他们好像我们感觉还好吧？他们你的感受不好吗？哦，我这个妆顶着这个好像有点好玩。下次我自己再染一下哦，染个啥色儿呢？现在有点黄。什么？有个施法区可以判定动作是否标准，这样的啊？什么时候结婚？等我找好对象我就结婚啊，不要急。因为老七有自己的伴啊，我有蔡明啊。分院帽，分院帽又是什么？我没有去过啦。优速通又是什么？我可能，那优速通是怎么买的？哈利波特我看过的，小时候看过。好的呀，好的呀。你就这样替我去送了那羊肉串？如果你去送，你会被他打死。为什么？他得卸妆。攻略的话，我们有个妹妹叫涂可依，有没一个同事，她已经做好了，明天我就跟着她就好了。不用动脑子。对，你不要脱裤子哦。我看起来相当不聪明的样子吗？谢谢你啊。对，甩手掌柜，我就明天就跟，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妞妞对我们的最高要求就是跑的时候跟上他。我一定会跟上他的。你呀？你呀？要喝水不？哇，谢谢星星，这是星星吗？流星。奇奇怪怪，是我奇奇怪怪吗？明天他们说人会很多，然后有很多项目是要拿来跑着去玩的，然后让我们要跟上他们的速度。我也不知道他今晚的室友是谁耶。海霞吧？哦，有可能。这是什么？不是玩游乐园，是特种兵。啥？特种兵旅游是什么？排队等开门，开门后开始跑步进场。对，谢谢。好的呀，你来啊。你明天有空来吗？快游，快游是那个就是有水的冲下去的那个东西吗？哦，君雅，我先把雨衣放你包里，不然我明天肯定忘。我包里塞不下。
放门口好了呀，放门口。不是这个东西，就每个人一件就分掉嘛，就不用一个人带那你。要带出去，你是看得起你的记性，还是看得起我的记性？放门口，放门口，出门就能看到。放这个带出去。哦，但是他们说还是人已经很多了，他们说有可以看到流量的。你累不？我给你加个四五点，我肯定已经我结束了吧？你好呀，你好，我都吃饱了。对呀，我们会一起演的你坐那儿去。啊。那你来不了了是吧？我已经好久不玩了，因为有点忙。哦，晚上还有灯光秀的，就是那个环球影城是可以玩到晚上的吗？定的呀。哦，那我们也是玩到晚上的吗？对呀。原来如此。哦，那你4、5点来吧。谁呀？不知道，我没有再进去过，下次以后有空了可以再玩一下。好像可能也许5月份会演，我也没有去过迪士尼啦。好惨。好的呀，你来。光好不好？光看一下，架起来一下。对，哦，算了，不要。那我卸妆了。没关系的。我穿着高领。哦，等一下啊，我换件衣服。不是我，我是呀，怎么不是？你听你妈妈关注我的。好的。北京今天特别热，前2天还有点凉，今天就是听说明天还要热。后天也还要热。龙岗，我们龙岗演几天？7场吗？7场几天啊？演7场吗？我其实不敢确定演几天。因为我们2个行程。杭州也很热吗？但是在北京我还是穿了外套的，但今天演出就比昨天演出热很多很多。旁边是蔡明小姐姐，何文秀龙岗也会演的。哦，杭州，那估计杭州比北京还要热。故宫明天后天可能想去逛一逛。猫和老鼠看过的。龙岗应该有何文秀、舞女拜寿、碧玉簪、红丝错，胭脂，还有什么？红舞烟尘和碧白，红舞烟尘和碧白，道然后道折，你记得真牢。对，我们从北京直接去天津了。龙岗也有白兔记的。今年我还是会要再种一次西瓜。我反正是一口都没吃上。我1周前已经抢过号了。边上是蔡明，我的闺蜜。在哪里买票？你说的是哪个演出呀？这手机谁的？这手机不是你的吗？不是啊。佳妮的吧？你接起来，可能佳妮的。喂。是的，何文秀是我演的，温州人。这手机谁的？突然出现一个手机。刚才佳妮在我们房间。他想起来的时候我都懵了。我就是剪了
啊，年纪轻轻怎么就不能喜欢越剧了呀？真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小白花越剧团的公众号吧，应该公众号啊，什么粉丝群、微信的这种，他们应该都会有说的。龙岗应该不需要买票吧？因为龙岗我有要票吗？应该不用吧？应该不用吧？它也是祠堂类的吧？不知道。我不知道，现在顺序还不知道哎。好，何文秀，杭州目前没有。哦，我视频了。哦，好的呀。对，龙岗不用买票的。好的呀，好的呀，龙岗见。龙岗，可以的呀，你下次来看我们的新龙门。不好意思哦，撞到你了。是吧？我刚才吃那个羊肉串，是不是把自己妆吃花了是吗？龙岗5月份，三门是不是刚刚去过？三门刚刚去过。对，公屏刷的有点快，我看的眼花缭乱。不啊，越剧怎么会无聊呢？越剧不无聊的，你要多看看你就知道了。君君啊，你不理人。没有啊，没有啊，小宝妈妈没有不理你啊，我没看到。阿菜露脸了，拜拜。10号，对，三门刚去过。谢谢你。我很少直播，呵呵。他去卸妆了，蔡明去卸妆了。嵊州有什么景点？嵊州可以去越剧小镇，可以去吃我们那个豆腐包和那个嵊州年糕。云霄不在我这边呀，你们去他那里找他。对，还有炸面。豆腐包不是小笼包，小笼包里面是肉，然后豆腐包里面是豆腐，但也有一点点肉。我觉得豆腐包很好吃，我每次回去都要去吃。啊，我们可以共同学习啊，黄梅戏胡翔。我的腰最近还可以，没有复发。在越秀路上有很多这种豆腐包店呀，什么小吃店很多。北京，还可以，我这2天没有戴口罩，我觉得空气也还蛮好的，然后气温也好，今天就是热一点，听说明天会更热。好的，我会小心的。在北京演出，我们在北京演苏秦，然后过2天去天津演苏秦。我看看我前面说了啥啊？是谁推荐的？好的，应该晒还不至于会晒吧？我觉得这2天如果太阳晒着还蛮舒服的。好的，我会照顾好自己，保护好我的腰的。越剧小镇应该是有越剧的演出的，可以看到的。那等开票了你来看哦。咳嗽最近好很多了。杰哥来了吗？杰哥，小宝妈妈呢？没有看到啊。
嵊州糟鸡哪家店好吃？我从来没有买过糟鸡，因为每次过年回家，我妈妈会自己糟，所以我从来没有买过，所以我不知道阿姨糟的超好吃，哪家卖的好吃。好的，我会多喝水的。看不清什么？蔡明看不清吗？你看还好啦，还好，真的还可以。秃头。他不好意思，他直播回放有直播回放这个东西的吗？我不知道哎。哎，对啊，不涂。谢谢，有被安慰到。哦，还是不要回放了吧，回放下次看新鲜的。真的没有秃吗？谢谢。气息怎么变长？气息可能是需要日积月累的训练的。对啊，不涂很可爱呀。下班有一会儿了，我们今天晚上在演出，然后演出结束回来，吃了个羊肉串。台州前2天刚刚来过。唱歌跑调的话，就是我觉得学越剧的话，可能还是会存在跑调这个问题的。学是可以学的，但是如果跑调的话，如果要把这个艺术当工作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吃亏。台州前2天去的是学校，进学校教了教小朋友们。我很少唱的。问你的蛋糕送完了吗？送完了，刚来那天就送完了。到哪都不是。谢谢谢谢。小宝妈妈，我看到了。我看到你了。Hello。对，反正有个活动，然后我们就去了那边教小朋友。对，他很像刘涛，我也觉得。不在宿舍，我在酒店，在北京。现在不太上下跑楼梯锻炼了。我们是用油彩的哦。快了，阿蔡先去卸妆，等他卸完我再去卸。我们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但是我们2场已经演完了，我们接下来去天津也有2场苏秦。对，今天的妆是我自己画的。多直播会多粉丝吗？直播卸妆你不合适吧？藏花楹目前是没有的哦。对，我们有专门的化妆老师的。杨霞云认识的呀。苍南，蔡敏家就是苍南的，会去的。但是我们接下去5月份会去温州的龙岗。万人学术直播卸妆，只有1/1000。我就是突如其来的，没有准备的就开了一下，并没有就是精心准备，就是在路上又说一遍，突然的看到了一家新疆阿达西店，然后突然的被赠送了2串羊肉串，又觉得特别好吃，就坐下吃了之后就突然的开播，然后突然的见到了你们，不是你们见到了我。对，你还记得那个苏州的那个夜市？不是夜市吧，是个菜场，对不对？对，没吃串的话就不开了。好的。哎呀，就是这个小五这样说有点肉麻。
没有啊，不在新疆，在北京。好的，下一次可以的。今天敲鼓了。好的，好的，怎么宠？你说。机器爆米棒，天哪！你已经关注我很久了，你还记得那个爆米棒？双排剑姐姐，过2天我拍给你们看吧。是的，我很少直播。是吗？是吗？谢谢你。胖普是什么？胖普。哦，我想起来了。对，我也是突然直播，你也是突然遇见了我，我们突然的一起熬夜。过段时间会跟的，因为我最近也没什么素材，也没东西好发，就没有发。团里不太说方言。最近还可以呀。谢谢你。广东好像暂时没有安排。姐姐是粤剧的。没有啊，微博我这段时间可不是半年可见是吧？我考虑一下。什么？三门会来的吧？我感觉三门还是会经常去的。第一次看我是步步惊心的妆造视频吗？步步惊心是10几年以前吗？微博私信不可能发不了吧？为什么发不了呀？舟山暂时好像还没有看到，我还没有看到。阿奇优，你想看现场你就来看呀。啊，那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这个私信在哪里，我应该找不到你的私信了，那可能回复不了你。福建来过，但是来的相对比较少。成都，暂时也没有。我们下半年不知道有没有安排。福建，上半年是没有。江苏会来的呀，我记得好像今年去过吧。上海会来的，要来的。嵊州小笼，北京肯定有，我觉得有，因为我们这个嵊州小笼包也是全国各地发展的蛮好的。义乌，你们这样问我了，我觉得这些地方都眼熟，都去过，都会去，但是呢，准确的时间呢，目前好像也还没有。秘密用户刚刚升级至 L 11，好像很高的样子哦。武汉，我估计我就喝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茶颜悦色吧。右上角有排名的。我看看，我能点开看吗？静小兔子。绿竹，伸张正义，头像是我哎。热干面我第一次去武汉的时候吃过。
茶颜悦色，前2天去湖北，一天喝2杯。啊，你的头像也是我呀，确实蛮好喝的。北白象好像也有点耳熟，应该可能也许去过。长得我都胖了。对对对，他在学习，新龙门。对，今天画的比较暗，就是那种比较不是很鲜红的传统的那种戏曲妆，就是画的是比较深的，咖啡比较多，所以比较重。然后没有贴睫毛，打算阿菜，你快点洗呗，你洗好了我来洗。等他洗好，然后我去卸妆，然后我们就晚安。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出卡司？可能也许5月份有我们的演出。吃播夜宵我已经吃过了，刚才已经吃过了，你来晚了，你没看到。对，经常化妆会伤皮肤的，但我现在还好，我以前经常要脸过敏，然后过敏了，然后过敏还要化妆，然后再卸妆就很伤皮肤。5一假期要去演出，不能回老家。温州5月份就是5月份5一假期来温州演出。对，怎么你们老捏我脸？可以啊，可以合照，你来呀，你来找我。演出的时候，今天晚上像苏秦演出就有直播。温州龙岗吧，对，我们妆容是用油彩的。象山最近好像没有，对，我脸都要被你们捏肿了。对，天桥艺术中心，我们昨天和今天在天桥艺术中心演苏秦。好呀，你来，不用追就可以拥有合照。你今天晚上看的是现场苏秦还是直播苏秦呀？我们油彩就是比较厚。越说越捏。好的，暑假等你来看哦。是的，苏秦是新编的。一群好妹妹围着他进去，不只有好妹妹，还有好姐姐。可能去下乡的话，龙岗应该人会比较多，可能要早点去蹲一下座位吧。哎，是我呀。对，还有好阿姨们。来柳市上哦，没关系啊，你如果看到我的话，你可以叫我。有没有见到5点？不用那么早吧？不敢，你就大声的叫君君，我就听见了。是的，我那帽子有点被油彩弄脏了，没关系，我还有别的帽子。谢谢你哦。好的，等你暑假来。还有大叔叔。龙岗应该有好几场吧？对，我还有绿色的帽子、粉色的帽子、黑色的帽子最多。你会不敢吗？绿帽子我没有戴，在杭州。我看看，绿帽子好看吗？
是吗？真的会吗？29号的妹妹们来呀。温州也没有时长吧？有时长吗？蓝色校服，蓝色校服，好像不太深刻了。下次戴绿帽子。好的，好的。啊，我知道微博那个。多直播的话，因为直播我觉得就是多讲话也是，如果有演出比较忙的话，就还是会比较少的。好的，好的，等阿菜卸完妆我就去啦。对，因为微博 ID 就是可能看到的多一点，我就会有记得。西瓜种的，等我回去我就去种西瓜，到时候给你们看我的成果。可以合影啊，你来找我，我可以合影。西兰花怎么会不记得你呢？你这个抖音 ID 我确实不太熟悉。那微博我出来了，你镜头过一下。哦，好。那微博只有半年可见和全部可见吧？对，你这个蛮简单的，略。妈呀，但我今天一下子要记住的有点多。翻你。阿菜快洗好啦。没有，头还没洗。如果好呀，你们在哪里演出呀？淮剧。慈溪我们经常来的，宁波其实我们经常去的。好的，你们混个眼熟的，确实就是可能多的我就会眼熟。微博可以仅粉丝可见，会不会太过分？好，心我也眼熟，那我今天一下子要眼熟的好像有点多，哪里不理你？我看看你是谁。盛城哪里不理你啦？对，我是嵊州人。私信，因为抖音私信比较多，然后我可能就不太就是会看到。好的，大太阳。我努力记一下，你们多出现一下，那我社恐，我觉得社恐还是有一点点的，可能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吧。我觉得可能去淮安玩的可能性很少，去演出的可能性比较大。对呀，我很少直播。什么？哪里不理你？哎呀，理你啦！最近睡得晚，但是可能睡眠质量还可以，就是睡得太晚了。对，大麦上应该没有我们的我们的。那你们以后叫我陈小宝。如果没有事情的话，我会起得也晚。是吗？第一次吗？我已经很久没有直播了。多飘公屏就会被看到，哈哈哈。是吗？像吗？晚上好。哎，你在
蔡明，你在看我直播？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啊，记得做头发的妹妹，哎，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做头发的妹妹这个比你的那个网名更让我记得。谢谢谢谢。今天太晚了，就在酒店里，等会吵到人家，下次吧。好的，等到阿菜洗完我就去洗。他在边洗边看我直播，我听到里面我的声音了，他那个洗手间里面有我的声音飘出来。小李公子也在直播吗？啊，你要跟我私奔？私奔到月球吗？对呀、我也就好奇，他现在在洗澡，但是那个但是里面有我的声音。好的，小五，记住你啦。现在手机都是防水的。对他确实有点感人哦，边洗澡边看我直播。啊，你爱数我啦？是吗？他在评论吗？天哪，蔡明，你真绝了！我现在很想进去看看你是怎么操作的。好的，好的。鱼看到你的评论啦。好的，29号，期待你们来。是的，里面是我声音，我现在就有回放一样，我这边在讲话，然后里面那个浴室里传出来回放。29号有我们的折子戏啊，29号见。看到了，看到你的评论啦。我关掉，你不关也没关系啊。我已经感觉到你对我的爱了。歘边，这个歘边我学的像不像？他们温州人就是这么叫的，菜名叫歘边。啊，你弟弟也叫陈丽君吗？6月北京，不知道，应该会来吧。奉化有奉化吗？哦，那下次我们现场见一下。我知道的温州有些话我知道，我叫党磊quân，就是温州的党磊quân叫陈丽君。在北京演出，在北京有啊，台州有很多好吃的。啊，对，因为蔡明是那个苍南人，然后他们那边讲闽南话。你们好厉害哦，都能听出来闽南话。看见了，看见你了，看见了。我们是直接来天津。哈，群里我偶尔会看的。灵犀好像是灵犀的。运河是舞女拜寿吧？你用闽南话喊我。好的，佳佳，下次合照。
是蔡明，洗手间里是蔡明。西岩是温州人呀。好的，下次教我武汉话。武汉的陈丽君怎么叫？南，什么？我看到了。我不会说温州话，只会说几个字。谢谢你，不瘦，我真的不瘦。南京上半年没有安排，不知道下半年有没有。南，我知道了，做头发的妹妹。就是你们就是这样让我记住了。没有啊，没有。瘦下来看到你头大，什么？好的，阿奇优，我努力记一下，我这个记性比较差，真的记性比较差，你们要原谅我。好的，图图翻你。会来广州会来的。我们后台见过的是哪一个呀？晚安。我等一下西西就睡了，等到我们阿菜出来我就进去。哎，知道有你就好。好的，未曾谋面。对我我可能是会一下子记不住的。龙岗我来的。是的，5月份我们到龙岗演出。平时他洗澡蛮快的，不知道今天怎么了。对，我失眠比较多。哎，灯牌是个什么东西啊？怎么亮亮的？我卸妆还蛮快的吧，我觉得15分钟应该能搞定。他说了吗？他要洗1个小时，他说了吗？他明天要早起的，他跟我一起早起，我们一起去那个环球乐园玩。哦，带着黄色牌子的，就是有名字的，这个就叫灯牌是吗？就是有黄色的这个就是有灯牌的是吗？哦，什么？我自己就我自己是没有灯牌的。好的。对，我也蛮期待明天的环球乐园的，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去玩过了。啊，你小橙子，你跟我同一天生日吗？哦，我现在知道了，就是那这里有一个范英少，这个灯牌不是我的，但是他关注了我。就是，然后你们在别人家，然后也会出现这个名字吗？因为我刚才看到了别的名字。哦，对，所以我后来不是把那个群的那个改了嘛，我都不直播，然后我那个要求是要有灯牌，我觉得也挺过分的，所以后来改了一下。亮一下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亮一下？啊哈，谢谢。我在别的直播间也会出现你的名字。哦，原来如此。
那这个灯牌也是蛮那个什么的嘛，就是蛮珍贵的哦，就是点亮了你就是他的人了，是吗？是吗？如果没有加别的群灯牌就会显示哦，那万一你那可以点很多人的灯牌吗？还是怎么样的？是只能点一家的？哦，可以加无数个人的呀，海王你们这些。哦，我误会了，我以为只能点一家呢。哦，啊，什么叫自动点亮呀？好的，言语。哦，肖文姐也在开直播呀。我那是不了解，这不叫傻。你看我了解了，我就懂了，我就知道了。主要我玩的少。我那一碗汤要分很多妹妹呢，是因为确实有很多妹妹要喝，对吧？难道你不想吗？小五说什么打脸了？对，我说的是毒汤。哦，3天不看直播，灯牌会灭，是真的吗？他是不是在骗我？啊，最高9级灯牌。什么是真的？什么？哦，3天会灭的啊？灭了是什么意思？就没了吗？哦，没关系，灭了可以再点的嘛，对吧？对，3天要播，3天要播好像有点多。我最喜欢哪个妹妹？晚安，晚安。你有荨麻疹的话，你要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因为我也荨麻疹过，而且1年里面以前经常犯，现在基本上不犯了。免疫力问题，你要早点睡觉哦。什么死亡提问？对，我也觉得是死亡提问，我不会回答你们的，这是秘密。脸上过敏了，那你不要化妆，也不要晒太阳。北京有点干，但是我感觉这次还好。我以前来北京，每次脸都会干到过敏，但是这次没有哎。对，不要向我学习熬夜。当然，妹妹都是好妹妹，姐姐都是好姐姐，哥哥也都是好哥哥。哎，我这个刚才那个发言叫求生欲很强。亲密度又是什么？生成长得有的，可能这个磨皮，我笑起来就有，不笑没有。哎，我哥哥和蔡明哥哥一间房。哥哥今天就在上网了。对啊，亲密度是什么？哦，那在哪里看呢？哦，就是那就是那个爱心的1、2、3、4、5、6、7，就是尊重我。哦，我这个我告诉你们还不算飞起来，因为平时我这样之后，然后还要再吊起来，这样才是飞起来，对吧？这还不算，所以皮容易松，因为每天都是不管演啥都会把自己吊起来。
我们如果主演或者重要的演出是化妆老师会化妆的，我们如果是龙套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我们自己自己化妆，松的容易松。你看我以前都勒不上去，现在随便一勒就上去了。你也想跟我一间房？这个要求驳回。会很紧啊，也会很痛。汉文皇后应该今年会播吧？蔡老师在这泡芙呢。陈依林、孙佳敏，艺考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可以睡在我房门口，那我要紧张的。对，因为掉多了就皮松了，就是说掉就掉。你也可以试试，其实这样很痛的。有时候如果要拍摄东西的话，就掉上10几个小时。汉文皇后我就掉了10几个小时，然后那几天拍完，我回来之后，我会感觉我的眼睛，等这个红关头过去，我的眼睛就是就那几天就这样的皮。不过后来好像慢慢的有点回来了。谢谢你，可以来找我合影呀。不是的，不是乐队现场伴奏的，那样伴奏我们就是要拍很久都拍不完吧。祝你8个月之后生日快乐。他说他8个月以后生日，让我祝他生日快乐。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蔡明他在用美容仪，到时候我问他借来用一下啊。拍摄蓝台拍的节目。我没有打听几号播诶。好的，谢谢你。我1个月以后要生日了是吗？谢谢你们提醒我。我们马上睡。对，我今天不蹭了吧？今天太晚了，下次再蹭。对，把这些要拎的皮去拉一拉。我这个可以的。是的，我种了月季花，种了很多花。你好，好的，等你来。戏曲写真可以的呀。彼岸花是适合盆栽吗？因为我现在只有那个阳台，就是要种一些比较适合盆栽的植物。麦麦在哪里呀？水培郁金香可以盆栽呀。你们哪里看到麦麦来了？在哪里呀？哦，看到了。绣球花不好养，我绣球花除了在家里就是用一个非常大的花架养出来的绣球养得很好，我在杭州用盆栽的，可能是我放的地方不对，就是就经常挂掉。彼岸花好看吗？好看吗？哎，好不好看不重要，你今年哪有时间养？没有时间我也喜欢养的。绣球露天好养。你们哪里看见了？你们眼睛怎么那么尖？对，我喜欢种花呀。好的，你过来，我给你浇水施肥。对，我跟杰哥一起种，我们都喜欢种花。搜嘎来了，这下我看到了。对，我们家棉花很可怜，一个人在家，我让我姐姐去看她了。君，有个小妹妹微博私信你问艺校的事情，记得翻一下。好的，我听到了。没啥夜生活，就是晚睡。记住了，更新中我还是很眼熟的，因为你是不是经常送我小小心意那个什么东西，在那个抖音上面有个什么小小心意的小花，你这个名字我经常看见。乌龟和鱼我怕我养死了，就那我觉得就是
这个生命被我扼杀，我还是算了，太忙，我怕它们死掉。花死掉了，我可以再种。什么小胖烧烤？我看到你了，我今天晚上还吃烧烤了呢。看到了。乌龟，蔡明以前养过乌龟，但是他就是养死了。你不要讲我。就是在省艺校的时候，他养了个乌龟，然后在很早，就是冬天还没有到的时候，他跟我说乌龟是要冬眠的。然后呢，就是他还没有冬眠，然后他说冬眠之前呢是要给他清理肠子，就给他绝食，然后他就一直不给他喂东西。1个礼拜之后，我说，哎，蔡敏他还没有冬眠。1个月之后，就是后来那只乌龟就没了。我是查来的好吗？他要冬眠。什么保证能养活养到大象？那是大象养我还是我养大象呀？对，那个时候他养乌龟的时候，我还在省艺校。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刚还在学周人哭坟的唱腔吧。然后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也唱不好，我就天天对着他七呀，对着一只乌龟练唱。那只乌龟救了我，原先是对着我练的。兔子我也养过，那时候在嵊州艺校养过一只小兔子，但是在冬天吧，可能太冷了，然后也冻死了。它不是冬季少喂，它是还没到冬季，然后它就把它饿死了。他自己先绝食的好吗？明明我给他搞肉吃，搞什么他不吃啊？我家里有养狗，我也喜欢狗的。我本来养棉花之前是想养一只小狗的，但是因为各方面不允许，然后我又经常要出差，然后就是狗需要有人遛嘛。其实猫也需要陪伴，但是猫的话好一点，不需要每天去遛。你家养的不是狗，是狗精。对，没有，兔子死了，我把它埋掉了，埋在以前嵊州有老艺校的一个地方。棉花应该养了有5年了吧。好的，现在超过12点了，我明天要去环球乐园玩，跟你们说拜拜啦，我要去卸妆啦，拜拜。哦，这个亮的，拜拜，晚安，下次你再来，刚来就走了，下次你再来哦，白猫猫，拜拜，我下播了啊。